服務咗60幾年嘅汽車渡輪快將停航。香港有1/10嘅人口患有輕度精神病。各位歡迎收睇時事追擊。汽車渡輪喺過去啦，曾經係貫通香港九龍嘅主要交通工具，但係時至今日啦，香港已經有成3條過海隧道，而汽車渡輪服務啦，亦都削減到得返2條航線。仲有個幾禮拜，一直見證香港發展嘅汽車渡輪服務啦，從此就要告別呢個維多利亞海港。最後一條汽車渡輪航線喺大後日，即係年初1就會正式停航，為香港汽車渡輪嘅歷史寫上句號。汽車渡輪曾經係汽車過海嘅唯一工具，自1933年創辦，經過咗65年嘅大起大落，到而家終於要完成佢嘅歷史任務。我只係覺得就話汽車渡輪喺香港已經係完成咗個應有嘅任務，咁亦都係一個歷史上一個階段，咁啊所以係順應個潮流啦，咁啊完成咗個任務之後，覺得就係當然有覺得有少少可惜啦，但係都係一個要面對潮流嘅轉變嚟。呢一個地點咧，就係我初咧入嚟做第一個碼頭啊！喺汽車渡輪即將全面停航嘅日子，馮成富翻到嚟佢第一個工作嘅碼頭，喺金林街對出咧，就係避風塘。避風塘咧，由呢條山東街啦，前邊嗰支紅綠燈嗰度已經係碼頭嚟㗎啦，係山東街碼頭，去中環嘅。馮成富喺汽車渡輪服務咗30幾年，由售票員做起，做到而家升到做稽查。喺幾個月前，佢已經調咗去中環往屯門航線工作。回憶起喺汽車渡輪工作嘅歲月，佢話百般滋味在心頭。汽車渡輪方面咧，我哋做碼頭咧係需要經常出去巡去睇，咁就係好天就曬，落雨淋。咁如果係刮西北風就食西北風啦。由汽車渡輪全盛嘅時期到衰落，到而家冇辦法再經營落去，馮成富話感到好無奈，但係始終都要面對現實。時代巨輪裏邊呢，佢係輸咗啲嘅，佢追唔上，因為渡輪實在係原始工具。如果我坐一架車需要幫搭渡輪嘅話，單我去到碼頭對面嘅碼頭準備登岸，而你泊橋嘅時間呢，所需用嘅時間，我已經可以咧通過隧道。香港未有海底隧道之前，小輪公司總共有4條嘅汽車渡輪航線，但係隧道通車之後，過海嘅車輛都選擇使用隧道。汽車渡輪航線喺過去嘅10幾年不斷咁刪減，到而家只係剩返來往北角同九龍城碼頭最後一條汽車渡輪航線。經營汽車渡輪嘅香港小輪公司承認，係因為冇辦法同現代嘅交通設施競爭，同埋經唔起年年嘅虧蝕，所以決定停辦最後一條航線。最主要問題就話，因為個使用量真係好低，咁由過去即係北角九龍城嘅航線有2000幾3000架次，係降低到而家得翻係700架至800架一日，咁即係除咗上嚟每班船得幾架車，覺得係一個好浪費嘅資源嚟嘅。早喺20年代嘅中期，港府已經開始構思興建連接港島同九龍嘅大橋或者係海底隧道。喺構思仲未落實，當時嘅油麻地小輪公司，即係而家香港小輪公司嘅前身，就喺1933年開辦咗第一條嘅汽車渡輪。第2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汽車渡輪一度中斷，不過喺戰後好快就恢復。之後仲有過一段好風光嘅日子。整個維多利亞港可以話都佈滿咗油麻地嘅汽車渡輪同客輪。第2次大戰之後，到1972年之前呢，咁曾經有一個全盛時期，差唔多係可以每年接載大約係2億人次。咁
咁雖然隧道開之後，又曾經有一段時期係一個服務減少咗少少啦。咁但係跟住個社會一路進步，市民個要求越嚟越多嗰陣咧，咁曾經係有個高峰期出現過。當然冇2億人次咁多啦。熟能生巧啦，如果你熟手嘅話咧，好易咁就吸咗上個嗰個 fit 頭嗰度，呢個就叫 fit 頭啦。咁如果你生手咧，可能係一下就吸唔到嘅。做咗30幾年水手嘅蔡錦佳就見證咗汽車渡輪最興盛嘅年代。1967年嘅時間，我坐入嚟咧，嗰陣時佢生意上係相當繁忙嘅，即係過海嘅人啊，可以變咗一條長長嘅龍咁樣。再加埋嗰啲汽車過海嗰陣時，當時冇隧道嘅時間啊，排到好長好長嘅。啊，正線即係我哋叫正線咧，即係實際上就中環去佐敦道，或者佐敦道去中環嗰個全盛時期咧，嗰啲車啊人啊，好似人山人海咁樣川流不息咁兩邊過啊。咁夜晚黑要收到成2點4拉屎尾到。不過佢好快就意識到呢種狀況唔會維持太耐。當香港第一條海底隧道喺72年通車之後，汽車渡輪嘅生意就急轉直下。71年每年嘅載車輛係700萬架次，到咗72年就只得600萬架次。面對呢個局面，小輪公司急謀對策，除咗將部分嘅汽車渡輪改裝做海上夜總會作為旅遊用途，亦都諗咗其他開源節流嘅方法，力挽當時急轉直下嘅局面。公司就用盡好多唔同嘅方法，去盡量去保留呢個汽車渡輪嘅航線。例如就我哋有一啲嘅服務，譬如中環佐敦道啦，咁我原本係純粹載車，亦都係將佢兼容就載埋客。咁西灣河去觀塘亦都係新，即係曾經係一個喺80年代中期開嘅一個新嘅航線，就係將載客嘅航線改變為載車載客嘅航線，係滿足社會上嘅要求嘅。但係東區同西區海底隧道分別通車之後，將汽車渡輪嘅經營帶入絕境。蔡錦佳話：冇諗過會係咁。初時冇諗到，但係一到呢個隧道開始嘅時間，我就開始識得諗啦。嗰陣時可能會影響公司嘅生意啦。咁啊，真真正正而家開咗3條隧道啦，咁啊，將我哋公司嘅生意啊，差唔多全部已經一清二楚俾佢攞晒佢啦。關閉汽車渡輪航線，船公司會將員工調職到其他崗位。無論調去邊，蔡錦佳話員工嘅心情大致上都係一樣。收咗呢條航線我哋都好唔捨得，但係公司行政上嘅決定咧，我哋都無可奈何啦，因為虧蝕得太犀利嗰頭啊嘛。另外，小輪公司嘅專營權明年屆滿，而家仲係同政府磋商緊續約嘅問題。無可否認，汽車渡輪曾經喺香港嘅交通歷史上面扮演過好重要嘅角色，但係喺呢個汰弱留強嘅社會，追唔上發展嘅步伐，自然就會被淘汰。不過，公司嘅老僱員並唔認同呢一點，因為呢間公司喺咁長遠嘅歷史裏邊，曾經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嚟到服務全港嘅市民嚇。咁直至到而家呢嚇，話面臨攞唔到專營權，咁係唔係俾香港人遺棄咗呢？咁退役嘅汽車渡輪，日後就只能夠負起接載運送危險品車輛嘅責任。過去嘅風光日子，就只能夠喺大家嘅記憶裏面先可以揾到。